天气寒，真侪人窗仔门是拢关甲目睭睭。高雄有一家火啊死的人，一氧化碳中毒，加在是无生命的危险。初步调查，那亲像是因甲室外型的热水器安伫咧室内，通风不良，才会发生意外。4台救护车到这大楼社区紧急救护，因为得到通报发生一氧化碳集体中毒。男性约28岁，第二名女性约27岁，第三名男性约5岁，第四名男性约5岁，皆意识清楚，头晕，由救护人员处置后送医。这意外发生在高山区一个社区大楼，侧边透早，妈妈要叫车，2个5岁到6岁囡仔起床，发现2人昏迷无反应。爸爸妈妈会感觉头壳晕，妈妈赶紧报案，好在在送医了后，4人拢无生命危险。社区管委会赶紧公告，提醒住户都要注意。他只是写说1月8号吧，晚上有人一氧化碳中毒，然后今天要宣导这样，有找消防队还是谁来宣导，就是使用的那个状况。热水器点头提醒，室外型热水器一定要保持空旷通风。这一家4个人集体中毒，初步调查，好亲像是将室外型热水器装伫阳台室内空间，佮因为天气寒，窗仔关严，通风无好，互一氧化碳无法度排出。另外，阳台若有加装通行冷气，也要注意。冷气机它会吸排气，吸完气会把那个一氧化碳吸进去。你如果在里面休息的话，你就慢慢的会昏睡下去了。另外，室内型热水器虽然有强制排气管，应将废气排出，避免中毒。不过，业者提醒排气管会产生热度，曝晒时阵也要注意隔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